阿龍哥，呀做乜嘅菜？好，那叫咩啊？根本一隻粗現動，唔要嚇動衝突，你嘛？你量咧，我嚟做菜好咧。做乜唔開啦？啱前世直播呀！一定麻煩你啊！我做乜？唔記得老太太介紹。啊！爆熊米煎餅，玉米煎餅。玉米煎餅，哦，按簡單。啊，冇簡單。哦，冇簡單係嘛？你爆熟啊，那燙一下。哦，燙下。這樣嚟切一碟一碟。好。不用鹽嘛？唔是。燙下過就好係嘛？哎，燙熟啊。燙熟。哦。我哋啊爆熊米，撈佢水要拿睇。哦。水都水唔啦。哇，做一本一個鋪吹式咧，要按刀爆熟。冇一種燒紅，不是倒掉的。我識唔到。識唔到。我哪去得好咧？係啊，煎按用就好，按細啲就好誒。因為大白是一樣啦。哦，其實吼，我今日用班會你燒。用班。我喜歡你打。哦，是嗎？問題是，這個造型你喜歡嗎？這個造型你喜歡？喜歡。哦，好啦。你啊，普羅大眾看咧，怎得調解為好？我知道哈，其實啊鼻子太高也蠻負擔的，呼吸呼不太到。哦，好，你啊，爆小米表落去，大過來，新月，胡椒粉，拍個要5誒5啊，還有鹽，你啊片粒粉，哦，今日用片粒粉哦，胡椒粉，鹽，好了，乜干？唔是，先來卡卡的。哦，我聽擺看到係用嘅片粒粉咧。片粒粉。它可以用麵粉它倒哈。麵粉它倒。啲茶片到那邊咯。好，你還會合滑啦，冇硬，冇硬。好。佢用係咪就麵軟就不用它倒？其實差唔多2隻到3隻左右是辣咧。哦，你一下燒，慳吼，暖口嘅。哦。要做乜？我變變亂學啦。我用埋加啲嘅片粒粉啊，片粒粉哦，記得要食起來，很有層次。唔會純粹係軟的米絲啊。係嘛？你還要再切細一點嘛？唔是，那我可以叫他來。下一束，我會給他輸的。要做乜？我變亂學啦。色彩很啱哦。好吧。呀。膠。快。膠啊。就要變音樂呀。我什麼？拿火掉過來。好。我這邊做下冇強樣吼。其實純粹用芥藍味做得啦。好，我用埋加啲嘅片粒粉啊，片粒粉哦，記得要食起來很有層次，唔會純粹係軟嘅米絲啊。哦，不合滑啦，係嘛？合滑啦，好，差唔多2隻左右咧。要好了哈，我拿起來。做得咧，好。好，你啊，用到油。一跳上來咧，高調流水哈。你知，等下讓它切一點一點哈。好，我哋啊，加條油。
来冰落去。哎呦，古说也蛮好写标啊。忙。哦。哎，冇全部切片呢，冇全部哎，冇用全部，不是哈。不是，辣嘞。哎呦喂。好，做得。哇，不能讲当简单的，看看那边冇简单了哈。哎，哇，你们看，切下来像小花哎。我觉得放在你头发上面几个会比较漂亮的。是啊。要不要放？我的放在上面。那我就变点马了。点马，有冲点马哦。哦，那这个要放哪里啊？要不用那个？哦，你啊。多少的钱嘛干？哎，不用俩地板。哦。令狗。2半。切1半是啥嘞？1半。哎。一般老给切开，哎，来去切小丁。啊，切小丁哦。哎，好。笋条是做得嘞。哦，好。不是削皮啊？不是。好，我哋啊，鸦片。要泡羊。不是。小丁。摸香哎吼！哇！哦，厉害！手把没摸很扁哦。哦，等于用这小朋友不能够模仿哦。一地盘下来，按扁状做得嘞。我哋啊，擦哦，当香，不多按煎软啲咧，按加啲个片粒粉啊。我一看用个丁做的嘛。做得，按是辣嘞。哟，我压都压很看唔出来，我做埋冰冲下。哎，冰冲下。好，你啊，片，红麻豆。你要做沙拉嘿哦。嘿。哦。其實係未當簡單啦，吼。了是會用到爆燒啊。其實不卡有罐頭的爆燒，也係一家種的爆燒，尤其手把阿妹啊，春前就該天孫啊，會種該爆燒啊。你多的爆燒咪做得濕濕的，做了出咪當好食啦。做點心也係啊，做晚餐啊，春前做得。嗰日要切蔥花。蔥花。一啲都是做得。哦。用辣油嘛？做得。切蔥花哦，我嚟上到小火，哎，喊你叫燒下秧，叫佢切到下油。黑毛，你还要再切细一点吗？不是，那我可以叫他来。下一束，我会给他梳的。哎，放进去哈。哎，放进去。好，米啦米。没啦。气爆。像那爆米花那种。香诶，香诶。好，莫扁嘞，莫扁。好，哎，我知道要一出吼，我输啊，是菜冇把它偷离。有羊冇羊？哈，因为要出啦，我输咩冇把它欢喜，因为冇好施舍。没啦，有多几次经验，你就会熟悉这个模式。是啊。对吗？哦。像小虎其实手夹白，其实低嘞。哦。哎，是可是唔过大白小虎，然后天数佢就有好施舍啦。哦。佢还冇去施了，还冇佢 feel 施舍要腌腌啦，你切一袋就变。没，来。等一下，我把我鼻子翻开。看唔到嘅表情，好事啊，冇事啊。妙，好食。好，继续。
好。好，哎，你啊，葱花拉毛。拉，做得。好，你啊，你按到和风酱。和风酱。好。哦。你麦片的是做得啦。麦片呢？我调到，来搅一下。因为营养要满分呐，刚才俩看到巴西里哈，俩是母地的巴西里。哎，还没用干用的海苔粉没做的。哎，海苔粉没做的。好，从两面不靠顺的另个啊梨啊，顺均做的用的，生菜沙拉，用来当饭。好，还有呢是嘿，今日爱做的爆粟米煎饼。要给我生龙。黄金玉米饼，先填包粟笋汤锅，浸冷水后切细细地。填包粟、胡椒粉、盐、片栗粉填软搅做粉浆，再填粉浆煎到两面擦擦，先摆盘。之后当个饼用另个包粟笋、토마토作为沙拉，安尼太硬、细味好食的黄金玉米饼就做在桌上做喽。